看你今天真的怪怪的。哪有？没有吗？没有啦。你昨天晚上去哪？去朋友家吃饭玩啊。朋友。哪一个啊？你不认识啊？你哪一个朋友我不认识？好啦，改天介绍你们两个认识。那干嘛不来住我家？我家很大好啦，你搞意思。旭章他影片突然爆红怎么办法理解？会不会是为了圈粉才自己捧上去的？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。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很熟哦？猜的。猜的啊。嗨，老师。嗨，大红人。大红人。原来我那段表演影片就是老师传的啊。我想说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学校的社群呢？老师说会帮你的嘛。那现在我们人气的这一关呢，也就解决啦。谢谢老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讨论关于你的政见喽。主要呢是要让我们海城高中的学生有更多元的发展。哦。听主任说你这次竞争对手很强，你自己要加把劲，好好表现，知道吗？爸爸今天会早点回家等你，有什么问题提出来讨论。你怎么会来？给你饮料。谢啦。你也喜欢喝这款？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有了。我爸。哎，明天有一个练团呢，要不要一起来玩？很舒压哦。练团。好啊。好啊。人来人往，在门外偷看，不经意的望，假装自然。Oh, do you feel the same way？ 当你出现，像太阳耀眼，一遍又一遍，隐藏了疲惫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你来了。不想要，只能躲在雨特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。这里路会很难找吗？还好啦，看一下手机就找到了。走吧。我这样会不会打扰到你们？不会，他们人都好。还是我去买点东西给他们？不用了，走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里就是我练团的地方。真的蛮不错的。刚就是看你啊，不要说别人，你刚才弹错啊。听到没有？嗨，各位，这是我朋友叶广。大家好，我是叶广。哎，哇，哎，原来你就是叶广哦，哎，哇，不错哎，哇，你真蛮高的哦。哎，我们起上场去。不是，嗨，就是有 Iris。搭我的。你好。哦，不错呢，好可爱哟，好看。哎，哥。好啦，你这么热情，我吓到弟弟了。反应。交给我。
嗨，又见面了。上次真的很谢谢你。不用这么客套啦，放松点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为什么到一半就走？人家启章。干嘛？他是我的团长阿健，也是我的好兄弟。我们超好的。哎，好了，我跟你介绍我其他团员。这是我的贝斯手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哇，你的手也太嫩了吧！好了好了，这是我们的鼓手 Iris。嗨，我是 Iris， 台湾最美的女鼓手。好了，最美的最美的，我们的吉他手小杰。嗨，我是小杰。你们要喝什么啊？我们这边有水啊，有饮料，还有……那你在紧张什么？啊，我替我们起张紧张啊！哇，可以，应该的，应该。真好。可以。哎呦，练团了，我们是不是该练团了？那你要弹哪一首？唱那首就好了，去，快点。好了，好，另外，那行，艾瑞先下，可以啊，坐。走吧。Baby, you can take it away in my pocket, no matter what they say. Cause I like it, 让心跟着自己，逆风飞行，看着美的风景。你们晚餐都这么早吃哦？肚子饿就要吃啊，你应该也饿了吧？哎，我刚洗的水果啊。来，那个，还有蛋挞。谢谢。哎，你赶快吃啊，不要再忙了啦。开动。有刀叉吗？不然怎么吃？啊？当然用手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用手吃才好吃。还是你要？那吃吧。哦，谢谢。非常吃。炸鸡还很多哎。你不吃吗？你吃就好。I'm flying to the moon with you tonight. 总有人回来，不需要掩盖，像天空大海，从来不曾分离，也无法更加靠近。不想要，只能躲在月头里。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，能不能就让我们在一起，找存在的定义。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wanna be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I can't forget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